宜兰县幼儿园的教保人员有人要申请县政府的连续服务年资的奖励，说防伊捌申请用留职停薪所以无合资格拒绝。教师工会是质疑讲，这款限制是违反性平法的规定。这套囡仔做艺术品，宜兰县公司的幼儿园的教保员有836人。最近发生有教保员要申请县府连续服务年资奖励时阵，因有育婴留职停薪，被告知无符合连续服务要件，奖励年资要重新核算，大发不公平。就举例来说，他已经服务满8年，第9年他育婴留停之后，重新累计的话，他等于他回来的职场的第10年。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连续年资的第1年而已。宜兰县教保服务人员奖励办法规定，教保员连续教保服务10年以上，而且成绩优良，对应申请奖励。为教保员儿子因为育婴留停登记当职场了后，各停薪各入职。教师这工会认为这无符合性别工作平等法，要求公司的部门面对受雇者有不利处分的规定，建议县府针对连续服务年资要放任认定。那我们在经过工会反映之后，我们也再重新做考量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采从宽认定的方式，让这样的年资可以连续来接续来计算。县府表示，经过工会反映了后，已经重新考虑，决定未来连续年资若拄到留职停薪的情形，会放任认定，予教保员应算入留职停薪进前年资免个定算，维护幼儿园职场的公平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